無啦啦，賽馬日，歡迎各位今日嚟到馬場啊！我哋係今日嘅賽馬評述員啊！今日下晝將會有一場精彩嘅馬術比賽啊！嗱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一齊睇下今日有啲咩選手先啦吓！嗱，首先係1號嘅選手有我哋嘅常駐運動員馬。嗱，馬咧不嬲喺跑步呢一個運動項目入邊咧都攞到優異嘅成績嘅，咁我哋即管睇下佢今日表現成點啦。咁接住落嚟啦，鏡頭移去我哋嘅2號選手啊！哇，你睇下今年犀利咯，個比賽非常之咁國際化，有遠到由非洲博茨瓦納嚟嘅選手斑馬，話睇下佢狀態幾 fit。嗱，嚟到第3嘅選手，呢一隻都係馬，喂，你確認你講錯馬喎？同樣嚟自非洲、嚟自贊比亞嘅選手河馬，喂，唔好睇佢大隻，以為佢跑唔喐啊，跑起上嚟都唔嘢少噶。嗱，3位選手都已經準備好晒啦！嗱，各位隨時預備起步，預備嚟3、2、1起跑！哇！一起步嘅時候咧，馬仔真係慢咗啲嘅，不過外面嘅斑馬就比較快啊吓。不過講求速度之餘，靈活性都好緊要嘅。3位選手咧，仲會成功跨過障礙物，鬥快跑到終點。終點叮當碼頭之後，究竟邊個衝線先呢？係馬，恭喜晒！今次嘅比賽第1名係馬，特別獲得呢個冠亞季軍啊，同埋恭喜獲得我哋今年馬年送出嘅足金金馬，足金金馬，恭喜晒！我啱啱收到通知，原來我哋仲有個4號選手叫海馬喎，佢仲喺起點。吓？